上真够早，欢迎收看今日3月17公司台记大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先开始，咱来关心宜兰苏花公路大高线114.7公里的所在，昨下晡发生重大车祸，一台游览车失控弄沙壁，造成6个人死亡，39个人轻重伤。司机讲伊大无懂啊，也毋过乘客讲当时车速真紧，现场有流落来46.7公尺的洞仔痕，即马车祸的原因爱等调查。 警察人员将人送医急救，现场真侪人轻重伤，伫路边等待救援。宜兰苏花公路114.7公里的所在，东二段附近，昨日下晡4点半左右传出一台游览车弄山壁，6人死亡，39人轻重伤。遇到这场灾难是新北市新店区复兴家人爱丽的旅平旅游团，100多人参加2天1夜花莲旅游，路程由好视野旅行社承包。 天龙通讯公司派出4台游览车，出代志的游览车是2018年出手3年，有 ABS 封锁系统的系统，肇事的省油的司机也无违规无给案件。乘客指出，游览车前2个弯道都已经失控，伫第3个弯道弄山壁，司机家己也摔出车瓜。 第3摆哦，就无法度啊，变过啊，变个，拢喺山壁嘿哦。啊，大家拢喺山壁迄款。是讲迄无动啊无动吼。唔知咧。游览车倒后边是这车祸上严重的部分。警消接到报案了，启动大量伤病缓机制，由封锁线抢救。司机领队推销人员45人，分别送去苏澳英明病院、破爱病院、永泰附医、幸福病院救治。 总共收到11位病患哦，其中有5位是属于重伤的，大概都有一些头部外伤，还有四肢的一个骨折，还有2位是中伤。新北市长侯友宜甲宜兰县长林志标拢到病院看伤者。侯友宜感谢林志标甲宜兰县府团队协助，新北也动员医疗、社会救助甲民警体系，伫宜兰帮助新北市民渡过难关，协助民事甲刑事救偿。除了在医疗体系、新北市会跟 宜兰县政府大家并肩作战，照顾好这些伤害，希望他们早日康复以外，对往生者的善后事，我们也会有事的刑事跟民事来跟肇事者如何来协助他们赔偿。 交通部长林佳龙也去台北人民总病院苏澳分院慰问伤者甲死者家属，伊表示希望今年能完成苏花公路改善工程处管理，来9线苏花公路安全提升计划集中报告。我们在进行中的这个苏花安现在已经到综合规划的期中报告，希望今年能够把它完成，尽快的把 这个东澳到南澳这一段，也能够就是纳入未来就是整个苏花公路安全的提升计划。苏花界东澳甲南澳，甲和平甲相对路线并无纳入。根据公路总局苏花安计划，要伫111年进行完成规划甲环评，工程甲用地取得112年发包时间，按算119年全线通车。记者综合报道。 苏花公路游览车家己弄山壁，造成6个人过往，39个人受伤。游览车顶坐拢是新北市新店复兴里的里民自强活动。代志发生了后，里长真自责，对死者家属跪落来回失礼。半暝仔时，家属嘛伫车祸现场引魂。目前检方运安会拢已甲相关的资料查找，要调查事故的原因。 到太平间面对11岁姓陆死者家长，新店复兴里里长过来回失礼，家长唔甘查某囝离开，暗过意愿伤心，将里长扶起来。因想要到2天1夜里民自强活动，会伫回程时阵发生重大车祸，造成6死39伤，部分轻伤家属也伫昨日暗时陆续转移治疗。目前为止，算起来大家互相配合的还不错了。是哦。 对，那个伤势还好吗？目前为止我们还在那个掌握当中。现在就是要看他们有没有统筹了，有没有？他们是要一起吗，还是怎样？对，我们还要现在问他一起引领还是个人。 在违体车队透早出发，家属伫民众人员甲法师的陪伴之下，去事故现场招魂。所有警方伫现场协助管制双向交通，过医疗差不多20分钟，车队到北上到台北治滨。另外事故原因，主任检察官也到所有分局了解调查。
那在今天晚上相应完成了那个六个死者的大体啊，并且所有的物证跟人证啊，都跟警方跟那个运安会在研究在调取。弄到破古无车体，就知影弄的力度有偌大。山壁顶悬也挂着为车顶摔出来物件。运安会第一事故发生了后，也伫第一时间去收集证据。现场连续过关的落叶落大，司机表示大东的失灵，检测小组测量大东的分值发现有47公尺。来，拉到刹车起点。检方强调，详细事故原因要去调查，会综合所有物证甲人证了后，再做判断。各位可以放行了。Hello， 放行。完成修正了后，16日暗时9点05分，游览车拖去所有分局，工程人员清理路面了后，也伫警方的指挥之下，恢复双向通车。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咱来关心天气。今日各地甲昨昏同款，拢是侪份好天。咱来看云图。今日敢若伫花东有18号，各地日时拢是温暖偏热的天气。西半部高温有30度以上，若南部高温有34度。透中昼的日头会较热，不过各地早暗会较凉，低温大约是17度至21度。西半部日时暗时温差真大，早暗出门爱会记晒衫。空气品质的部分，因为透东风扩散条件歹，污染物积条咧。西半部金门马祖空气品质是柑仔色的提醒，若云嘉南、高雄、屏东是红色的警示。今日伫西半部金门马祖甲澎湖云嘛较低，高大雾会影响能见度。这礼拜天气拢真好，不过台湾西部无风无摇，地区空气歹。昨昏云嘉南空气品质有到红灯，若西半部的空气品质拢无好。中南部空气品质就咧歹啊，台中甲高雄阁发生火烧山，空气愈歹。远远看101甲市区是规片蒙蒙，受到环境的风场也是偏东风的影响，环保署的空气品质预报显示，为16到19，台湾西半部差不多拢是柑仔色的警示，云林嘉义台南地区甚至是出现红色警示的灯号。偏东风的情形会造成在中央山脉的一个背风侧，就是在我们的西部的这些县市是在背风面，几乎是呈现是无风或者是微风的这种情形，那扩散条件不良。因为扩散条件歹，和污染物无法度散去，地区空气真歹，而且阁真无拄好。这几天高雄甲台中等等的所在，还阁发生几件火烧山的意外。16中昼，海军陆战队伫高雄寿山园区迄卡兜，还阁传出草坡啊着火，因为风透，地区火炭烧开。消防人员出动济人力来拍火，一直到下晡3点火才拍花。不过着火的原因，敢是甲国军有关系，还阁要调查。差不多12点40左右，嘣一声是从那边出来的啦。越进去的时候，那个烟雾整个味道就已经开始。一开始是淡淡味道，但后来这个越来越重。上午确实有打靶，但是我要跟你重申，就是起火原因我们配合调查。屏东万万一个废木材火烧场，13半暝嘛发生火灾，消防员用7点钟才把火势控制落来。想袂到这2天煞开始翕烧，家己阁倒起来。地区隔壁的潮州，连续几啊天拢闻到臭火大的味。我阮媳妇嘛咧讲，阮昨暝拢规暝拢困袂住，讲拢窗户拢关起来，目睭嘛安尼像咧盖袂爽快安尼。晚上的时间味道特别的重。尤其是昨天晚上大概约莫7点的时候，那个就是有烧焦味就有出来了。这个臭味，互潮州的民众是强要挡袂掉。屏东消防队拍拼拍火，中昼还阁派怪手来现场斗处理，都希望这个臭火大的味会当赶紧散去，互民众有一个好的空气品质。记者综合报道。今日还阁有啥物大代志？咱来看今仔日的查报重点。来看联合报，咱台湾考花问题严重，要向用水的大户扣用水上重费用，无做已经袂用滴。水利署是讲，要安怎扣用水上重的费用，即马已经讨论出几哪种方案，随时拢会使做。上可能的方案就是调关用水大户的认定标准，所有的产业拢适用。来看自由时报，消基会进前有抽检市面上咧卖米饼，发现有4件的产品重金属超过标准，不过这饼拢是来做一般食品，唔是红婴仔也是幼囡仔咧食的食品。消署即马拍算要严格来认定，只要外包装有红婴仔也是幼囡仔的图，就要用较严格的幼婴的食品标准。来看《苹果日报》，咱台湾甲别流旅游气泡计划，疫情指挥中心拍算伫今日下晡，要对外公布相关的细节。
苹果日报是报讲，秘鲁的总统嘛会伫这个月底，28也是29来咱台湾访问5天。后个月初登去秘鲁的时，顺续甲头一团带登去宣布讲计划起过。目前规划旅客出发进前4点钟伫桃园机场采检，到当地就唔免采检。也毋过倒来台湾，若倒来台湾了后是唔免做居家检疫，也毋过爱自主健康管理。来关心澳洲，即马是传出有民众自 AZ 预防车了后出现脱血路的问题。目前澳洲上无已经有13个国家宣布要暂停注射，也毋过世界卫生组织 WHO 是呼吁大家唔免惊吓，因为也无证据证明讲这两个有关系。澳洲小连续传出注 AZ 疫苗了后，造成血角闹出血案例，几个国家宣布暂停注 AZ 疫苗。世界卫生组织 WHO 呼吁各国唔免想过头惊吓，因为并无证据显示这个案例甲 AZ 疫苗有关联，建议各国会当继续注。There is no documented death that's been linked to a COVID vaccine. So I think that while we need to continue to be very closely monitoring this,We do not want people to panic. AZ 新冠疫苗是由英国甲瑞典合资的阿斯特捷利康药厂甲牛津大学共同研发的。欧盟药品管理局顶日来表示，欧洲有约500万人注 AZ 疫苗，其中有30例造成血角的事件。虽然目前并无证据显示是疫苗造成的，不过几个国家预防性暂停注 AZ 疫苗，要先等进一步报告的结果。目前已经暂停注 AZ 疫苗的国家有奥地利、丹麦、挪威、冰岛、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甲爱尔兰等等。因为欧洲以外有印尼、刚果民主共和国甲委内瑞拉。Notificados, digamos que se salen del patrón común, casos poco frecuentes, son muy pocos, pero muy significativos, que han hecho que también España se sume al resto de países que han adoptado por esta suspensión cautelar temporal durante las próximas 2 semanas a la espera que la EMA y siguiendo, digamos, las pautas que nos diga el PRAC, el Comité de Evaluación de Riesgos en Farmacovigilancia. 不过，嘛有未少国家继续注 AZ 疫苗。泰国原本宣布暂停注 AZ 疫苗，不过后来政策熊熊改变，16会开始注。总理帕拉育嘛带领内阁的成员带头注大声，加做全国头一个注 AZ 疫苗的人。其他已经讲会继续注 AZ 疫苗的国家有韩国、澳洲、加拿大甲乌克兰等等。韩国青瓦代表示，总统文在寅因翁仔某会伫23注 AZ 疫苗，希望会当解决民众对疫苗的疑虑。因若美国当伫评估 AZ 疫苗敢有安全甲效果，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可能伫4月份批准紧急授权使用。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译。那咱台湾头一批买到的嘛是 AZ 的预防车，敢要照常注射。卫福部长陈时中是强调讲 ，AZ 的预防车看起来也是安全的。头一批经过调查，大约有6万的医护人员也是防疫人员愿意代成注射。专家李炳英嘛强调讲，目前并无证据证明讲血筋跌塌甲预防车有关系。新冠牛津 AZ 疫苗伫澳洲开始注了后，小连续传出疑似造成血角的事件，挪威也阁出现医护人员闹出血死亡的案例。目前澳洲至少有13个国家宣布暂缓注 AZ 疫苗，东南亚的印尼、中国嘛宣布在咧冻点注 AZ 疫苗。针对这点，台湾专家认为讲，可能要等第三方有公信力的机构调查清楚，民众才会对注疫苗较有信心。整个事情还没有厘清之前呢，民众会有点担心哦。那你现在即使是推这个政策，也会遇到阻力啦。我们等一个有公信力的机构做出一份调查报告，再来决定这个疫苗该怎么处理，是继续推呢，还是暂缓？台湾采购的头一批11,700支的 AZ 疫苗，嘛伫要开始注。国界关心台湾敢会较慢才来注。卫福部长陈时中表示，疫苗是安全的，注的时程未受到影响。卫福部传染病防治咨询会预防接种组调集人李炳英亲身出来说明。为目前国际上出现血角的个案来看，这个数量是比预估的较低，显示血角甲疫苗并无直接的因果关系。打疫苗的人，他发生那个深部静脉栓塞的发生率并没有高于没有打疫苗的人。我们调查出来大概有第一波大概6万人，大概6万人要打。那第一线人员大概43%，然后第二线人员大概是28%，那整体大概32%多，接近33%。陈时中强调讲，目前拢伫收集疫苗相关的资料。等3月17是药事检验完成了后，2天内会召开专家会议，就疫苗本身甲国际整体的情形来做检讨，了后会阁甲大家报告。记者综合报道。
国际上要紧，咱来关心即马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也搁咧传。即马伫全世界确定病例已经超过1.2亿万例，死亡人数有267万人。咱来看最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并无新增加病例，目前是990例。中国嘅病例有9万多例，香港超过11000例，日本已经超过44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疫情上严重的是美国、巴西甲印度。美国已经超过3000万例，巴西是超过1160万例，印度超过1140万例。欧洲的国家伫英国超过428万例，伫法国是超过416万例。所在伦巴第大区顶真侪所在实施封锁。公司新闻黄云玲编译。美国甲日本2+2的会谈16伫日本举行，双方的大官员伫会议当中，除了讲要加强关系，嘛讲要同齐对抗中国甲北韩。另外，美国甲日本即马嘛有共识，要维持台海的安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5到日本，16甲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参加美日双方的2+2国防部长甲外交部长的会谈。这是美国拜登政权内部长级官员第一摆做海外访问，望因加强美日同盟关系。I'm pleased to be in Japan on my first international trip as Secretary of Defense. The U.S.-Japan alliance is strong, and I look forward to charting a path towards continued success in the future. 会谈中同意加强两国伫太空网络等新领域的治安防卫合作，针对北韩绑票日本人问题共同努力。高讲到中国伫东海、南海各种行动甲区域形势，提出美日两国应该致力伫增强合作，甲因应中国具体计划。双方也对维持台海和平安定的重要性有共同的共识，表示继续关注中国的动态。And China uses coercion and aggression to systematically erode autonomy in Hong Kong, undercut democracy in Taiwan, abuse human rights in Xinjiang and Tibet, and assert maritime claim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that violate international law. 根据韩联社报道，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小妹金宇正也伫美韩两国联合军演了后，探美国国务卿甲国防部长访问日韩两国时，发出声明批评美国，伊表示北韩无承认拜登总统的就任。针对拜登对北韩政策提出警告，要求美国若是要伫未来4年安稳执政，就要改变对北韩的敌对政策。公司新闻陈世东编译。要是手机的龙头芬兰的电信集团 Nokia 昨昏宣布讲，打算要伫2冬内裁员1万人，减少200亿新台币的成本，要甲这些钱投入研发。Nokia 新的执行长去年上任了后，就宣布公司要转型，要甲中国的华为、瑞典的 Ericsson 去竞争5G 的市场。不过，因的转型并无顺利，甲美国的行动网络营运商的合约嘛讲袂歹，嘛无拍开中国的市场，所以 Nokia 按算要裁员，要投入5G。镜头来缅甸，来关心缅甸军方发动政变，持续镇压示威者。世界各国拢在谴责，嘛要制裁。不过中国是对外表示讲，因无想要干涉缅甸的内政。这是引起缅甸民众的不满，嘛出现反中国的情绪，所以有去迫害中国投资的工厂，甚至放火，令咱台商嘛受牵连。大火一直为工厂内底闻出来，警消接到通报了后，到现场想要甲火炮花。伫缅甸第一大城广的莱达亚工业区，一间中国出钱的生意厂，去互示威者破坏。我们希望缅甸各方保持冷静克制。从缅甸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在宪法和法律框架下解决矛盾分歧。反军政府的示威是愈来愈严重，当地出现白铁花人的情形，主要是伫联合国安理会，中共以反对干涉其他国家内政为理由，拒绝联合国发表共同声明，谴责甲制裁缅甸军政府。这个行动伫示威者看来是咧替缅甸的军方扛桥。因为安尼，国内出现一波反中国的声音，想袂到嘛有袂少台商煞去用牵连着。台湾外交部呼吁台商应该爱挂台湾的国旗来保护家己。14是缅甸2月7日政变以来上界粗残的一天，因为缅甸军政府宣布，仰光6个区开始实施戒严，增加镇压的力头，而且伫咧工业区甲示威者开枪。根据缅甸政治犯援助协会统计，迄天镇压的行动至少造成74个人死亡。为军方武力镇压以来，累计已经造成超过120个人死亡。Their main strategy,
they are not going to retreat military. They never do, and they're coming down very hard on the public. And they had made a miscalculation. They had underestimated the strength of the opposition to the coup. 半岛电视台指出，15缅甸军政府搁一届大规模甲网络切断，互手机也无网络的信号，想要阻挡民众透过网络组织抗争的行动。不过，这届搁甲对外的通讯切互断，嘛，互缅甸人民的处境是更加困难。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美国的西部即马正咧做暴风雪，目前即使有1公尺，造成丹佛机场关起来，公路嘛袂通，佮发生大规模的停电。大雪停是停啊，不过危机也未解除，因为爱无用吐雪。路阴伫高高积雪当中，路边的车也用要互雪包起来，是真歹清理。美国中西部的科罗拉多州甲怀俄明州，伫要迎接春天的3月，竟然落大雪。将近1公尺深的积雪，互丹佛机场关起来，有500名旅客受困。公路4界沿看到车袂停袂动，几啊条主要干道被破关起来，强风也互人寸步难行。气象单位指出，这场暴风雪大为墨西哥湾北上的湿气，因讲是丹佛20年来上强烈3月雪。这场暴风雪不止阻断交通、电力断气，也导致新冠疫苗活动受阻。在大雪慢慢向东北风离开了后，潜雪艰难任务才要开始。丹佛机场出动200台潜雪车队清除结冰的跑道甲积雪。在这期间，公路甲轻轨也暂时停驶。俄亥明州是警告结冰的公路依然是真危险，宣布礼拜一几啊条公路依然维持关起来。当地学校也伫礼拜一停课1天。大雪过后，也可能引起崩雪。科罗拉多当局提醒民众避免去危险的山区活动。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辑。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美国总统拜登1月20上任以来，拍破过去的惯例，甲大陆也未举行正式的记者会，这是引起外界拢在回。白宫即马表示讲，拜登已经拍算伫3月2日下晡召开上任以来头一场正式的记者会。美中的高层18伫明仔要伫阿拉斯加见面。美国有专家是分析讲，这敢若是双方互相蒙底的过程，无啥可能有重大的突破。美中的关系未有啥物款的大变化。来关心美国的亚利桑那大学要启动诺亚方舟计划，拍算要甲地球670万物种的种子、甲卵子送去月球，用低温保存伫月球。若准讲有一天地球灭绝啦，放伫月球这物件就会使帮助地球重建。这礼拜一有一任立委去桃园的海草礁考察，即马是引起争议，因为民进党的立委是质疑讲，因规定人踏伫海草礁，乃会催化要保护海草礁。不过国民党的立委嘛提出演过总统蔡英文徛伫海草礁的相片，双方对下调亚论战。戴安全帽啊，穿反光架，真侪立委15到桃园考察海草礁，想要到煞引起打海草礁的论战。民进党立委郑文平伫面册讲到，无法度理解以保护为名，踏入去海草礁是啥物意思？国民党立委陈菊珍也抛相片反击，总统蔡英文伫2013年也踏伫海草礁顶悬。几百个人踩进去，我是有点意外啦，但是我不知道藻礁能不能踩，竟然不专心的做实际的考察，只在专心的想说哪一个人，看其他同学有没有谁犯了错，觉得他应该算是民进党的猪队友。到底海草礁是不是引导行政院长苏清昌受访时，爱大家尊重专业？经济部长王美花是讲，这所在原本就一寡规范，互外界入去参观，当地渔民也会去钓鱼，并无讲袂当入去。这很专业的事，我刚才特别说，大家尊重专业。以现在的规范是可以进去的，是可以进去的。昨天只是因为人实在是太多了，那专人代理或者是不要有一些额外的东西。其实海草礁是有真侪旋乌藤骨头，伫数百年到数万年成长过程中形成的旋乌礁。海草礁是无杂旋乌海草类死亡钙化了后，沉伫累积堡形成的食物造礁。伊累积速度真慢，每10年才会增高1公分。要形成桃园海草礁的规模，要7000年的时间。另外，海草礁上惊是出来去解盘、去解剖。你不要去刮除它表面，你踩上去的话，
明年它还是可以涨上来，涨还是都可以。可是你若是把它刮除，那它上面的孢子糖明年就不会涨。很多人都会用踩到它就是会伤害它，没有错，我认为多少都有，但是藻礁不是这么经不起踩的。潘忠正表示，大海边先民自古以来就落海草搭，彼此依存。了解了后，才会真正关怀伊，然后产生具体行动。这是曾古德所讲的有行动，咱的生命才有希望。也批评政府开发案，较袂着到数百数十公顷的破坏，这是对海草搭真正伤害。记者综合报道。那8月份的公投，除了保护海草搭这个议题，核市场敢要重新启动，嘛要交予人民来决。新北市长侯友宜即摆就问中央，讲囥伫新北市的核废料到底阁要囥偌久？行政长苏贞昌是回应讲，面对国家的能源问题，袂使干那看眼前，要整体去做思考。抢救海草搭公投第二阶段连续交付中山回审期，有了公投会成案，经济部一直表示无去第三天然气接收站恐惊欠电，加上中期核试公投也要伫8月开始，能源议题差别说，新北市已经3座核电厂，新北市长侯友宜也关心核废料要搁囥伫新北市偌久。苏贞昌伫立法院表示，核能问题政府甲人民共同面对。现在全台湾没有一个地方愿意收容核废料，这也是侯友宜头痛的地方，也是政府要一起来面对，也是国人在思考所谓重启核四，就要同时注意到核废料要怎么处理。每个人都在讲啊，中央为什么不赶快把核废料处理啊？所以中央一直不把核废料处理，市民一直在反映，我也一直在讲，都没有一个结果。当然我很头痛啊。侯友宜质疑中央迟迟无要处理核废料问题，新北市民当然感觉委屈。国民党立委认为，确实将三接备案刷到台北港，也是做宽屏定时真长，恐惊影响未来用电，也免将能源风险拢放伫新北。我相信新北市的民意代表也不会赞成吧，毕竟把所有的风险都放在新北市，这个没有道理的。国民党不要核废料，却要核四，这个逻辑上就会有矛盾。定下立委呼吁海草搭毋是经济甲环境的选择，爱理性看待政府的蒸汽减煤政策。记者综合报道。地方风上头，咱来关心台北市立动物园，佮传出有动物逃窜出去。即摆是一只红狗，这只狗是趁保育人员无甲门关好势时逃走出去，目前动物园正在找找。台北市立动物园又搁发生动物脱逃事件。15早起11点05分，非洲动物园区的红狗港南道，趁保育员赶另外一只同伴的时阵，杀开无关严的闸门逃窜出去，往树林的方向逃走。园方是讲，目前持续调派人力为无共方向大规模敲山，也设置有保人加红外线的翕相机，希望会当吸引南道家己转来。今天的1点17分，我们园区就有同仁在还原道路上靠近往猫缆园内站的那个边上，就有目击到南道，希望利用他很喜欢吃的食物，能够诱捕笼把它找回来。脱逃去的红狗南道是伫动物园出世，已经8岁7个月。红狗是规定大日行性动物，主要伫地面活动，真牛爬树啊，属有灵长类动物中搬耍也甲走上紧的物种。因为去年才发生腊里甲石虎脱逃，佮加上这个红狗半年来已经3件，是毋是防范不力？动物园方面表示，这个明显是人为疏失，免不了爱处罚。其实初步的评估是因为疏忽嘛，那疏忽大概惩处是躲不掉的。新进同仁，那在这个释放动物的过程当中，有很多我们的确是园方要检讨，而且要去补强的部分了。面对一直发生动物脱逃事件，动物园方面表示已经有检讨，未来原来会强化在职训练。因过目前希望会当先将南道找倒转来。红狗个性是温和，对民众甲环境无立刻危害，请社会大众也毋免紧张。若做民众发现南道的踪影，爱立刻通报台北市立动物园，毋通家己为难。记者综合报道。新竹县乌尾湖的水湖啊，布地连因过着拖甲真功夫。去年雨水少，即马拖的速度搁较紧，强要占满规个湖。虽讲政府有半经费要去清，也毋过也是赶袂赴拖的速度。伫远处看过去，一大片水湖啊，强要占满规个湖面，袂输来到草埔新竹县观光景点峨眉湖，
原底水乌生团的问题就真严重。最近雨水伤过少，水乌团的速度比过去更较紧。每年都这样啊，放水就流球了啊，没有放水就这样啊，一直做，一生一直做啊。路是有清，但是效果没什么效果了，没什么效果，它长的速度太快了。新竹县峨眉湖嘛是大埔水库，主要是提供农田灌溉、产工业用水。即马规个拢去水湖占满，就算定定派人去清理，嘛是赶袂赴惊人的探成速度。一般是因为如果有台风，它就会泄洪，就会排掉不少的布袋莲。那去年到现在，水情不好，都没台风了。对，所以这个问题，我们希望他们主管单位能够。来思考一下怎么解决。如果要给公所来解决那个费用哦，我看起码要1000万以上哦，才能够整治一些比较有成效的。峨眉湖是新竹县真有名的观光景点，不过对过去清理水湖拢找无一劳永逸的办法。乡公所希望中央紧出面，到合作解决这个老问题。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新华消息来关心，工厂管理辅导法伫去年3月20公告实施，甲当要满1冬啊。环保团体昨是伫行政院外口开记者会，认为政府针对全民立管随报随贴，拢做无顶真，记载违规的工厂直直起，无要无紧。2019年10月，台中大雅一间违法铁铸工厂发生火灾。造成2名消防人员过身去。这种违法铁铸工厂唔但会造成安全问题，违法起伫农地顶悬，嘛有污染的疑虑。3月16日，环保团体伫行政院门口开记者会，因指出工厂管理辅导法实行严密要1冬外，但是当初政府讲要全面立管、随报随贴的承诺，执行起来煞无讲解一句。那经济部自己的资料，甚至说依公服法拆除的只有4间。1年只拆除4间，这个效率是何等的低落。他们定了可以让各县市政府去定自己的检举奖励办法，让全国的民众都可以一起来监督农地上的违规利用。但现在1年过去了，没有一个县市政府颁定自己的检举奖励办法。环保团体认为，政府对农地违法工厂的定义真有问题。因指出，农地上的建筑只要不是农业的使用，就应该拆除，若无就有污染的疑虑。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嘛指出，这种铁铸工厂对消防人员来讲是上危险的。这个金属公司也不是工厂，你看旁边有货车骑在旁边，这个装废水的都有毒的金属制造厂怎么不是工厂？第一线面对救灾的消防人员来讲，工厂绝对是最危险的，更何况是这种随时大概1个月就可以长出来的铁皮工厂。经济部中部办公室表示，判定是不是工厂是爱看建筑内底敢有加工行为等等，有真侪判断定数。地方政府也会主动去检查水电量无正常的铁厝，是一直拢有咧处理这个问题。款团要求处理农地违规建筑，袂使干那靠一个部会，也是地方政府。因点名行政院应该爱出面。结合下部会力量来解决这个问题，行政院回应会加速违规调查甲处理的时间，也会加强协助地方政府执行相关业务。记者郭碧君、张随台北报道。另外，劳工团体推出几若档的劳工职业灾害保险保护法，行政院的草案明仔要伫行政院会通过，要送立法院，并立法院这个会期完成三读。台湾民众党昨昏是提出因家己的版本，主张双倍支付，爱100%，安尼对劳工才有保障。前几天在献剧团的团长黄明安伫演出期间雄雄过身，立委赖香玲强调，这嘛算是职业灾害事件。针对劳工职业灾害保险甲保护法草案，最近可能伫行政院会来通过，刷落来会伫立法院来审查。民众党团嘛提出版本。现有的机制呢，是第1年给你7成的薪资补贴，第2年给你5成哈，所以加起来呢，大概是6成。那我们是认为说，整个职灾给付里面，如果造成我在住院休养无法工作期间的工资替代，应该要100%。
民众党认为，即卖职灾支付保费虽然是头家纳，但是若出代志，职灾保险的支付，敢若5至7成，另外有3成名义上爱头家出，说因先出，了解个数等等的问题。因认为，单独立法后的职灾保险基金的支付，应该提悬到100%。阁有针对小型公司，况且短期的劳工，只要有工作的事实，就爱全面纳保，投保的门路爱搁较利便等等，希望互一寡技术工作者，阁有8大行业的劳工，拢有保障。艺文工作者啦，就是平均29%都没有职业灾害相关的保险，例如行为艺术、视觉艺术创作，还有表演艺术创作，更有超过1半的这个领域的工作者，他是根本没有劳工保险。针对民众党团提案的职灾保险法的版本，民进党团干事长刘世峰时表示，伊认为职灾保险的基金的支付率可能嘛就爱分级较适当。不过到底倒一个版本较适合，等待送入来立法院来审查，拢会使搁再讨论。记者陈雅文、林玉凯台北报道。2014年太阳花学运有济学生、公民团体甲民众参加，有少年人发现讲，咱台湾人对国际情势理解较欠缺，所以对迄阵开始，就伫网络线顶做节目，伫讨论国际议题。调整相机，开人器材，准备好势，开始今仔日的讨论主题。想要讲什么新闻？这礼拜我想要讲缅甸，对不对？你也在看缅甸？对对对。两人自然亲像开讲，轻松的气氛，讲的内容是重大的国际新闻。凯莉甲Ken有伫外国读册经验，2014年太阳花时，两个人拢有去现场了解状况，但是因所发现，台湾的少年人其实无啥了解国际局势。因为那时候有很多那个小圈圈，对不对？大家在做不同的讲堂也好，或者是分享也好，然后就听他们讲一些事情，然后说啊，那你们知道中国是什么样子吗？发现大部分人都不知道。那说啊，那你们知道国外现在怎么看这件事情吗？大家也不是很了解。Ken 表示，伊伫中国读册时阵，看到中国人拢开真侪时间来看各种资讯，就惊闹交气。等到是当时台湾的国际新闻内容较欠议题探讨，因就开始翕底片、发宣传单，试各种办法，希望民众对国际新闻有兴趣。我们今天讲到一个什么国家，然后 Ken 就会想办法去比喻台湾哪一个城市有一点像这个国家。然后就要想办法去做这个连结，然后我觉得是讲久了以后，大家会觉得，好像我比较可以理解那个中东国家发生什么事，因为它可能就像我们的中永和，对，可能就像中永和的人口数，可是在那边然后被炸掉。他说：“哦 ，shit， 这很严重。” Podcast 节目制作较大，两个人为原本兼咧做变成主要的工作。毛伫传统媒体做节目的凯莉，嘛点出这阵网络媒体会这么兴的原因。可是以网络来说，我们没有这个包袱。对我们来说，你讲出比较有争议的话，但只要是你真心的想法，然后就算是个人意见呢，是个人意见，然后就算被骂，然后被关心，反正也是我们自己都是好的讨论，而且到最后也是我们自己个人承担呢。可是我觉得传统媒体可能就变成公司要承担，然后大家都很怕，那每个人都开始怕，以后就变成就不敢讲，那就我们就挑保守安全的东西来讲。那安全的东西是什么？就是行车记录器之类的。讲话就是这么直接趣味，加上淡薄仔正经，互因伫网络顶有一项始终的听众。凯莉甲Ken讲，做节目唔惊别人批评，有意见代表有人看，意见无同代表有讨论的空间。未来伊嘛要继续用家己上自然的方式，鼓励大家讲出想法，同齐讨论国际新闻。记者杨淑静、谢桂林台北报道。有一个洛西亚的水上芭蕾舞者茱莉亚，伫台湾20多冬，伊教过100个身心障碍囡仔练水中芭蕾舞。这几冬嘛，伫咱台湾举办身心障碍水上芭蕾舞的国际公开赛，邀请各国选手来台湾交流。你很棒，很棒。
茱莉亚老师伫咧画边带一寡有当时症、自闭症、身心障碍囡仔，先伫咧水内底练芭蕾舞的基本功夫。一般的囡仔嘛对因做伙练。喜欢后翻滚，觉得很心情很愉快。Sometimes it's tiring. And what is the most challenging part for you? Like when you do like that and yeah. 这个囡仔有对加拿大、法国、美国、英國和洛西亞來的，因無分你甲我，鬥陣合作，家長也真歡喜看到因的成長。Don't you like swimming? A little bit. 有一點。But for her, because she's shy, another aspect is getting her to become more social. 不少的錢愛當學到種好的課程，因嘛透過學習，較袂退化。自本這陣身心障礙囡仔要伫咧去年東京藝術遊演節以台灣的名義參與國際競賽，不過因為疫情無法度出去，這陣茱莉亞老師有關固定逐禮拜義務帶因練舞。The biggest achievement 是快樂的孩子。你今天看到了很多孩子笑，很多孩子有快樂的感覺。然後我覺得他們長大的時候，他們也會做好的事。對洛西亞來，今年45歲，茱莉亞佇台灣20多年，是中華民國水上芭蕾舞協會的創辦人，陪上百位特殊需求的囡仔練舞。伊講最終芭蕾美感就是團結合作。It's an instrument to unite different people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different background, different abilities. It's a kind of platform that unites us. 这几档茱莉亚也伫咧台湾办身心障碍水上芭蕾舞的国际公开赛，邀请各国选手交流。未来也会继续推测，让水上芭蕾列做帕拉林匹克运动会的竞赛项目，望这寡行比别人较慢的囡仔，会当伫咧水中展现自信甲优雅，也和世界交朋友，行出更较畅快的路。记者阿明金曾派文台中报道。美国奥斯卡金像奖入围名单已经公布啊！电影《曼克》摕到10项提名，另外爱导演赵婷的《游牧人生》，也有韩裔导演第李色的《梦想之地》，拢有入围最佳影片。Mank 由 Netflix 发行，描写1903年代好莱坞欧美剧情片《曼克》来势真强。第93届奥斯卡金像奖一捆头一回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等10项奖项。不过今年奥斯卡精彩所在不只是安尼。Chloe Zhao, Nomadland。放送进前就引起热烈讨论，来自中国女性导演赵婷执导的《游牧人生》，顺利得到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等6项提名。被看出今年奥斯卡上大热门《游牧人生》进前伫金球奖就真风光。赵婷被看作华人之光，不过无偌久，伊过去批评北京管制资讯的访问，被挖出来了后，就互中国封杀。 할머니는 진짜 할머니 같지 않아요. 할머니 같은 게 뭔데? 쿠키도 만들고 另外，还有一个得到肯定的阿黑导演是来自南排名第2所，伊执导的《梦想之地》描写汉裔家庭美国帮共款一回最佳影片、甲最佳导演、甲演技项目等6个奖项。剧中演阿嬷的73岁老牌演员殷如珍，阁正做第1位得到奥斯卡提名韩国女演员。I don't know how to describe. I never even dreamed about being nominated in Oscar. Oscar is far away from us because I'm born and raised in Korea. 另外，艾梅尔·拉德芬内尔执导以Me Too运动为主题的《花样女子》，也一回最佳导演奖项，从奥斯卡第1摆同年提名2位女性导演的纪录。演员部分包含已经过身的回忆男明星查韦克·博斯曼在内，有9位有涉足的一回，演讲是提名上多悬的一届。 We have so much further to go, but this was definitely a vast improvement, and I think a lot of people were happy to not see another Oscar so white situation. 这届奥斯卡另外一个亮点是串流大公司 Netflix 的影片总共一回35项，亚马逊一回12项。显示疫情时代线顶影片正在改变影视工业。最后3人会赢，4月底就会知影。公司新闻是婉玲报道。
电视作品也是电影作品，若是抢红，影响力是真大。亲像之前伫金球奖得奖的影集《后裔弃兵》，就带动一寡国家在行西洋棋。西班牙即马加泰隆尼亚有一间专门咧做西洋棋盘的老店，接订单接卖力。将做好的机架放房仔，各用机器甲搭合。西班牙加泰隆尼亚一间制作西洋棋盘的工厂最近真无行，原因是这部影片。Men are gonna come along and want to teach you things. Doesn't make them any smarter. You just let them blow by, and you go on ahead and do just what and how you feel like. Yo me enteré de casualidad. Un buen día llega a la oficina y un compañero de trabajo, Miguel, me comentó que en Netflix habían sacado una nueva serie, se llamaba Gambito de Dama, y que ya en el mismo tráiler aparecían algunos de nuestros tableros de rechapados Ferrer. 以西洋棋为主题，后裔弃兵去年发行了后，话题真多。剧中女主角最后一场甲俄罗斯世界冠军对弈的时阵，出现的西洋棋盘其实就是费雷尔产品。这间老字号的西洋棋盘制作商已经将近80年的历史。过去每年生产2万的棋盘，不过最近伫后裔弃兵影响之下，加上疫情期间大家拢伫厝内底时间变长，今年第一季也无结束就接4万外笔的订单。 Bueno, pues nosotros nos encontramos en una situación un poco de caos debido a la demanda que estamos teniendo de tableros de ajedrez, que estos últimos meses, a raíz de la serie, pues se ha vuelto el ajedrez con un juego de moda donde puede jugar todo el mundo. Antes se veía 费雷尔制作棋盘品质真悬，因为茶块挑选、裁切、搭合到包装，每一个定数拢真讲究，要成做一个用上手的棋盘，工艺真悬，培训爱4-5年。所以，就算订单不满，工厂也无法度增加伤过济人，甘能将新的订单安排到明年出货。一部影片意外互老店销量暴增，在疫情当中逆势成长。公司新闻邱婉玲编译。 来关心环境，最近这几天，电动车是各大汽车展览，也有电子科技展览的焦点。因为电动车较环保、无碳排放，所以真侪国家也有民间团体拢在推测。不过美联社即马就报讲，若是消费者无买买，再投入大笔资金研发电动车的业者，可能会拄到债务的风险。 为锂电池到燃料电池，电动车已经加做各大车展，也有环保流行的话题。除了打开始就开发电动车的特斯拉，全球各大车厂拢投入袂少资金来研发电动车，甲电池也有相关的动力系统。中国嘛，伫特斯拉的协助之下，出现真侪电动车的牌子。不过，电动车伫全球的市占率也是敢若2%至3%。美国是上大的汽车市场之一，因的比率是无甲2%。以2020年做例。 全美国年度新车的销售量差不多是1460万只，其中电动车敢若占26万只。It's a market that has a lot of attention, has a lot of growth potential, but to date really hasn't accounted for very many sales in the U.S.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电动车甲其他同类型食汽油甲柴油的车来比，价格也是较悬。They're too pricey right now, so we had a price point. That we wanted, figuring out for not a huge payment, car payment. 以台湾做例，若是一般中型至大型的车，特斯拉或者是其他牌子的电动车，价格拢伫150万至200万台票以上。若300多万的车是搁较济，差不多都是免入的甲米冷的价格。若是甲其他欧美甲日本系列的进口车来比，价格更加是天差地。所以，就算亲像通用汽车公司等等的业者。 发出2035年停产所有食汽油甲柴油的车的口号，后壁阁有各国政府愈来愈严格的环保标准，甚至直接设定食汽油甲柴油的车停产的条款。不过开钱买车的是消费者，伫车的价格也是真悬，充电的设备也未普及，甚至生产电池，也阁有要甲电池等现实的时阵，有环保的疑虑之下，长期拒绝电动车的情形并不是无可能。若真正是安尼，已经投入几啊亿美金资金的汽车业者。 要安怎伫即个过渡的期间，维持损益的平衡，甚至有趁钱，是真大的考验。公司新闻邱家人编译。
天气报道在，今仔日各地拢是侪分好天，敢若伫花莲台东有11号，西半部高温有30度以上，若南部高温有34度。早暗天气较凉，所以乡亲爱记哩晒衫。若即天因为透东风，扩散条件较歹，污染物拢积掉咧，所以伫西半部、金门、马祖空气品质是感觉色的提醒。若分嘉南、高雄、屏东已经是红色的警示，乡亲嘛爱细致。所以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17度，上悬30度；中部的温度上低19度，上悬30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0度，上悬34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9度，上悬28度。外岛的温度上低13度，上悬有26度。咱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司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众亲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